各位电視機頭前的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大家準時收看福起來咧，我係鍾意群阿群妹。相信有電視機頭前嘅觀眾朋友，聽說就當好是茶，冇錯，尤其茶對客家人來講係非常非常重要嘅一個產業。啊，唔過其實想到台灣有也產茶嘅蔬菜有當到味素，同大家分享一下我嘅家鄉哦，苗栗啦，沒有茶，韓國也按多年來啊，有一種茶挺有名，叫做苗栗鳳茶，也按多年來越來越受到人關注哦。今日嘅節目當中，我來同大家來分享下做茶嘅鐵絲腿，來分享佢台興茶人嘅劉燕玲，歡迎。大家好，係苗栗頭份茶工廠鐵絲帶嘅傳人劉燕玲，歡迎燕玲來到節目當中，啊唔是緊張，不用輕鬆。看到佢用喺苗栗人，我就當歡喜。同大家來分享一下，其實家有講到，你係人嘅品牌按到台興茶人，啊唔過其實有講到你係做茶嘅鐵絲腿，我睇一路以來傳下來到鐵絲腿前3胎嘅名嘅都唔係一隻名嘅。哦，前3胎其實係哪個嘅名嘅？前3胎係我爸爸，我爸爸，爸爸阿公阿太，爸爸阿公阿太，百年茶行嘅。哦，乜嘅意思？百年茶行，百年都呀下，鐵絲腿真件無咁簡單，雖然家講其實當到客家人都也尤其係土種沒有一隻蔬菜，當然都啲嘅做茶，當然沒有繼續傳下去，啊唔好傳到鐵絲腿，算係以難的，都喺節目當中來小見到。啊唔過其實你按到台興茶人一隻品牌係唔似噶，剛開始來開創嘅。係我似噶，阿爸，我們家其實以前叫廣興茶行，跟阿爸做嘅廣興茶行。對，阿爸係廣興茶，阿爸廣興茶行。當來嘅時間係，係一個傳承嘛，一個傳承。然後我其實沒有想要去取代我爸爸。哦，對，所以我的名字叫做代興茶人，這個意思其實是我希望我可以代表廣興，然後繼續傳承下去，所以才有一個代興茶人這個名字出來。雖然係鐵絲腿，啊唔過還係冇想喺田邊喺前面阿爸阿公阿太也就傳下來嘅，嗰種名嘅還係有一些些嘅關聯啦，同冇？意思就係講我代表先前爸爸家條嘅品牌繼續傳承下去。啊唔過其實像燕玲依隻細阿妹嘅，想到講我轉到屋卡來接觸做鐵絲腿，對呀嘅後生人來講啊，感覺係一件多麼簡單嘅事情，因為佢就會想講，我有自家想去做嘅事情啊，冇聽就會想去轉到屋卡來接觸。你一開始就想到講，我轉到屋卡來接觸一隻茶行，我來繼續做一隻產業係。啊，一開始，年輕的時候，細阿妹的時候，我想要當一個像史蒂芬金一樣的恐怖小說家，所以想要做就是作家，想要寫懂得人講嘅，懂得人講嘅文字這樣子，恐怖小說咁樣嘅。頭擺也係你一開始想去做嘅夢想。唔過也下做一件事情同寫恐怖小說係完全冇共用嘅。當我在外面，就是在別的環境，生活了一陣子之後，我才覺得，厲害阿爸的產業，它其實不是單單只是產業，而是我們家4代的心血。然後我知道說，這個事情別人沒有辦法做，只有我能夠做。你有其他兄弟姊妹有嗎？冇，就你一傻。啊，嗰時候就咩冇人做得接一隻產業，你就知道冇人接係一件當大送，真很可惜嘅感覺。嗰時候唔過嗰陣時你心肝都應該沒有很排斥這個產業吧？就是因為如果你完全冇中意一隻產業，你要真來接，其實係很痛苦的事情。你嗰陣時嘅心情係就覺得他很可惜，所以就回來接了嘛，就完全沒有排斥。比較重心比較放在的是
心疼爸爸吧。嗰時候就係唔攀地有隻品牌唔見睇，嗰時候就轉來接。唔過轉來接過後，成為 TC Toy，因為爸爸咩行啲嘅經營嘅嘅茶行，嗰時候係兩隻品牌是同時在進行，第三代、第四代共下啲嘅行。按樣就會讀到有可能會有師太嘅問題，因為你看爸爸佢畢竟做嘅研究誒，做嘅安好嘅品牌都也下一下就是冇嘢轉來有自家嘅品牌。可能有新的冇共用嘅經營嘅方式，所以同大家分享一下，你嘅經營方式同爸爸嘅經營方式有乜嘅冇共用嘅素材？其實我想大家就是在接手一代傳承一代的時候，最大的問題都會是觀念的問題，就是我想要怎麼做，但是家裡的人可能不會接受這麼新潮的觀念。像我剛接手的時候也是一樣，遇到最大的兩個人之間最大意見不合，不外乎就是我們在茶葉包裝上的改良，然後還有行銷的模式，這兩個地方會是我們彼此之間意見最不同的地方。爸爸家的對包裝嘅想法係，他爸爸他們對包裝他家的會吃到不需要這麼的花俏或者是創新嗎？他覺得說我們包裝很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裡面放的是什麼東西。係低度產品嘅品質係輕重要嘅事情。對，就跟頭擺講到斯坦人家的做嘅傳統產業，共用家的當用心啲嘅做產品，唔過可能就冇按到嘅力氣去經營其他嘅行銷啊、包裝呀、素材。所以你開始做嘅時間，你可以當用心來做呀包裝嘅部分。一開始我真的是全心投入，很想要在包裝還有比較新潮的行銷方式做改變。但是我其實也吃了不少的虧。對，當我覺得說，我在這條路上走錯了，然後吃虧了、跌倒了之後，我才知道說，原來為什麼阿爸就是他有他的堅持，這是有道理的。佢可能已經行高對，比行高他知道說怎麼樣做會是最好的？但是也下應該我想按用燕玲接嘅也按多年了，應該有新的想法，就係同爸爸保持着微妙的平衡，係冇？現在我其實會比較希望，就是我不一定要有一條新的路走，但是我一定要是走在我爸爸的這條路上，然後把它走得更遠。按用嘅感覺一開始會有很衝突的時候嗎？有，也是有，吵架。沒有到吵架，就是我就是要這樣做，我就是做我的，然後等我衝得頭破血流的時候，跟媽媽有講嗎？該冇？媽媽冇講嗎？該真的，我媽媽不是夾在中間很尷尬，沒有。好啊，其實我想也聽說係當到接觸武卡產業嘅後生人，聽說會遇到嘅事情，就係世代間的衝突。那唔過我想燕玲咩天天嚟行出自家嘅路，找一個自己的路，慢慢在走。都也下其實有當到同優秀嘅產品繼續做嚟同大家來分享。比如講，人家一開始有講到。苗栗嘅按多年來有一種新的茶，叫做苗栗鳳茶、貓梨紅茶。其實按多年來沒有懂到比賽，啲嘅比呀，就苗栗鳳茶嘅比賽從冇。對，這個貓梨紅茶也是亞洲嘅茶行同用心啲嘅做嘅一種茶。同大家分享一下。我們在2018年的時候參加貓梨紅茶的比賽茶，然後同時得到了特等獎、頭等獎，然後金質獎，等於說前3名都全包了。可以這樣子哦，不是第1秒就一灑，第2秒就一灑，你很多得按用全包哦。就是對，就是我們就全包了這樣子。這種茶係用嘅茶會按照苗栗鳳茶，嘅特別的素材係到哪一片？貓梨紅茶其實貓梨它是我們苗栗的舊名，對。然後我們都知道那個桃竹苗就是產東的茶，對，然後大部分都是我們都知道東方美人茶，蓬蓬茶，對，蓬蓬茶就是我們苗栗的特產的茶葉。那這幾年來就是開始有紅茶。
对，然后我们也取了一个名字叫做猫里红，就代表我们苗栗的红茶。那我们的产品我比较特别，给它取名了一个名字叫做猫里红了。你稍微改一下这个名。我没有给它叫做猫里红茶，我给它取名叫猫里红了。那其实有2个意义，一个意义就是猫里就是我们苗栗的旧名嘛。那我希望这款红茶可以带动我们整个苗栗客家庄，可以让大家都知道苗栗。苗栗风苗栗风然后再来就是我们是用东方美人茶的茶青生产，然后做成红茶。那另外一个用意就是，东方美人茶变成红茶，它红了，它发酵红了，变做粉色的粉茶。原来是安呢。故说有关呀茶迄嘛个好味是哦，先休息一下，等下再个再来同大家分享哦。好，欢迎大家又轉到福起來咧！我係總一權阿權妹，今日嘅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啲苗栗啦，傳承第四代嘅也就做茶第四代嘅傳人啊，非常好上燕玲來到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天天呢有自家嘅品牌，唔過還係愛繼續傳承前3代嘅精神，還個品牌，還個家嘅品質，也係挺重要嘅事情。剛才未講到自家嘅茶，按到苗栗鳳茶。唔過老記按咗伊咧新嘅名嘅，按咗苗栗鳳嘅，貓里紅了。對，剛才有同大家分享到意思，我知道安陽清好咩，希望做得老苗栗嘅產業老記推廣出去，希望大家來苗栗了苗栗鳳嘅，過後大家就做得來食苗栗鳳嘅。然後有講到也係鳳茶，唔過大家知吼，呀茶葉一種茶葉這個植物啊，一種茶牆，佢做得做非常多種無共用嘅茶。第一，雅布卡，燕嶺雅布卡嘅茶葉，人嘅茶種係哪一種茶種？係全部都係抽岩茶係。都抽岩茶。哦，嗰種人嘅茶葉地度全部茶樹係一種啊，全部都會本嘅小綠葉茶，會本種嘅熬到嘅亞種茶型，這種茶葉的這個茶樹這樣子。唔過按樣嘅茶型，再個拿來做茶，佢做得做同多種無共用嘅茶。比如講像也係做講嘅鳳茶、蓬鳳茶，蓬鳳茶，還有綠茶、白茶。這幾年我們也在嘗試做綠茶、白茶。這個概念其實有一點像是我們煮菜下廚，同一種食材魚，它可以做成紅燒的、清蒸的、糖醋的，大概就是這種概念。所以其實你全部就做得做，就是做法冇共用，它的使用嘅原材料係共用嘅，就係用種植物唔夠用冇共用嘅方式拿來做冇共用嘅茶。師傅的工藝手法不一樣。嗰個可能大家都用，比如講苗栗全部就係按用抽岩茶，大家可能都做鳳茶，苗栗鳳茶，唔過食起來一間茶同幾間茶食起來咪是有冇共用。大家就做得就自家中意嘅方式，去選自家中意嘅一個品牌。原來係安尼。好，嗰時上嚟呀，苗栗鳳咧係乜嘅米湯咯，也做來食個嗱。其實也做得看得到家嘅節目去，雖然係鳳茶，唔過同印象當中看到嘅鳳茶嘅節目冇乜嘅共用。我會看到嘅鳳茶可能係節目較沉咩。那唔過也看到一樣琥珀色，對不對？這個是我們貓里紅茶的一個特色。那像東方美人茶，它比較着重在於它的蜜香。那紅茶呢，它的回甘，然後它也會比較醇厚。對，但是它有一點蜜香，這就是很特別的地方。啲咧，然後雖然感覺嘅茶色看起來係淡淡，唔過真正加下吞落去，佢進來嘅蜜香是很強烈的耶。對，會回出來的蜜香。它回來，就是你想象我們一般講一般大眾大家想到嘅是鳳茶，我們比如說奶茶好了，你在喝紅茶的那個奶茶的時候，嘅進來你就會聞到嘅茶嘅蜜香同嫩嘅蜜香融合在一起。
气。啊，不过因为也就会奉茶嘛，你吃下去，你蒸了一个时间，你会感受到这种茶米那种扑上来的感觉，而且我觉得它好像有一点点奶奶的感觉，奶奶的感觉，浓郁的感觉吗？香气，好好喝哦。你有好想把它加牛奶，好浪费，很奢侈的喝法。啊，不过也就係因為佢有嘅抽眼膏，故所佢會帶有一絲絲嚟嘅那個一點點的蜜香，嘅這種普通嘅香味。啊，不過又冇像蓬風茶這麼強調它的蜜香，它就是微微的一點點。故所也就係沒有離鳳茶，沒有離鳳類嘅特色。原來係咁呢，所以我就覺得，這個抽鹽啊，抽鹽也是其實我咩當叫冇用到誒，人家都講茶樹抽鹽就是被小綠葉蟬咬嘛，就會咁樣講。那小綠葉蟬佢有名嘅冇？有客家話嘅名嘅冇？客家話冇，係就係咁蟲嘅，都係咁抽鹽茶抽鹽，茶抽鹽，茶抽鹽就茶本蟲嘅咬到嘅那樣抽鹽嘅，抽鹽嘅，對，嗰時候我同大家來分享，其實我要按用嘅抽鹽茶，就表示講壓榨茶鹽，聽說做唔得，我要農藥，有農藥壓蟲嘅就冇辦法生，錯冇？所以它是沒有辦法，就是放農藥的。那這樣子嘅方式，也就想講，頭擺你沒會學嘅蠶嘛，做蠶絲不是會養蠶嘛？那像是這樣子的，這個小綠葉蠶，它也是小蟲蟲啊，你做得凶嗎？它的成蟲的生長期只有10天，所以你沒有辦法去人工去飼養它，因為它的壽命太短了。所以真的想要做抽鹽茶，沒辦法講我去請呀蟲呀，不用送去，因為沒辦法養它，沒辦法。哦，所以就真認真搶做得靠呀只茶鹽機，自家嘅環境，自家會有按用嘅蟲嘅，啊抽鹽本呀茶芯本蟲嘅熬到過後，家嘅味道就會有轉變。我用按用嘅方式，嗰時候人家都嘅茶鹽咪係用吃鹽嘅農法來做嘅，都是自然農法來做的。所以所謂你說吃鹽農法係乜嘅意思？自然農法我們其實就是盡量讓茶園的生態跟我們的茶葉的產量可以維持一個平衡。所以意思就係講冇特別去用呀的農藥、曬草機、除草機給的全部我們都是用人工除草，像是走道跟走道之間大的地方，我們是用除草機。人工推機去剪那個雜草，然後在比較細小茶樹跟茶樹之間，我們是用人工去拔。好累，現在應該沒有看到，你應該沒有看過茶園，就是有人在拔草，大部分都是在採茶。懂巧耶，嗰時候人家就幫錯愛去甲幫，摘茶嘅就聽錯愛用去甲摘。佢按用係真辛苦，唔過咩係因為按呢？嗰時候茶園嘅生態係動好嘅，很多野生動物出現。我們家還有那個會有很多像是穿山甲有嗎？穿山甲，對，有穿山甲。你有看過？我冇看過，阿爸看過。你都想就去甲看到啊，用啲牙上嘅穿山甲、連梨呀。我沒有看過。但是真的是生態動好，真會有穿山甲。對，而且就像人嘅包裝蛋糕，其實蛋糕有咧等一下嘅咩話啦，係石斛啦，大家裡面有清有名嘅山區啊，當到野生嘅蔬菜會有按用嘅石斛，咩係台灣嘅特有種，對不對？那這個石斛，你係特別留意印度人嘅包裝蛋糕。在我們這個包裝設計上面，其實用了一點巧思。那它紅色部分就是代表我們客家人傳統熱情。對，然後白色下面白色油桐花，那就是我們每年客家莊的桐花季。然後再搭配我們，因為現在石斛是我們苗栗比較注重的一個保育類動物，然後它也是我們苗栗的吉祥物，所以我希望大家貓狸喵，對，大家可以一眼就看到說，這個就是來自苗栗，我們苗栗的紅茶。談到有懂人就是對人嘅包裝印象懂成。
就是不记得品牌，但是记得我参展的时候，他们通常不会记得我们的名字，但是他们看到这个，然后就会说，就是这个茶啦。我有买过，所以其实这个包装要动重要的，行销包装要动重要的一部分，因为大家冇听错，而且动到人家传统做茶，动到品牌嘅名要动上冲，所以品牌嘅名嘅可能冇按好记，不过看包装就有机会做得本中意嘅消费者印象较深。故说做包装咩係動重要嘅一件事情，唔單像安尼哦，除咗有紅茶以外，當然沒有其他冇用嘅茶，像係頭前有用當地影響嘅酸甘茶，對，酸甘茶，對，也係清傳統啊，也係咩當時有看到，因為也做法真係非常嘅複雜，當難，韓國要做當久。像亞地度，因為我哋聽講像酸甘茶，當然可能冇按數時，也後生人咩冇按好時。一般來講，同大家燒嘅酸甘茶，你會用嚟燒嘅。我會跟他們說，這個是柑橘味的烏龍茶，他們會比較好體會說，這個茶葉喝起來的風味大概是怎麼樣。那像是因為我哋聽講，當年做酸甘茶，去亞烏卡嘅配方都冇用，亞烏卡有太體表內的東西。我們會放薄荷、佛手錢或者是紫蘇、怪喜，會變怪喜都底度，而且你看這樣就係冇用嘅甘味做誒。太炸就是應該是芋頭乾吧，芋頭乾，就是頭白嘅芋頭乾。會同人嘅人下講有個故事嘛，就是以前拜的芋頭乾。會。嗰時候其實我知道有咩係沒有啲做茶，做酸甘茶、青蔥油同客家人文化都有關聯嘅一個故事都底度。嗰時候節目都有看到後生人有意願來傳承烏卡傳統嘅茶產業，真係係非常難得嘅事情。還有當到內容同故事，愛同大家來分享先，休息一下，等下再個陣來。大家要真到福起來咧，我係終於叫阿 Q 妹，今日嘅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下做茶 TC 台哦，韓國係苗栗嘅茶，家下有識到也苗栗紅茶嘅好米絲，有紅茶看起來生冇冇當稱，唔過食起來家嘅米絲真係係當濃很當香，還有一啲啲咧按用普通嘅香味，真係非常嘅特別哦，難怪因年也烏卡嘅茶會得按到種，真係冇簡單，唔過人家講到也做茶，其實做得做當當冇用嘅茶，當然過年也係講寒天嘅時節，人家講研究凍家會做也酸甘茶，酸甘茶做到也下其實沒有當到種冇用嘅品種，算品種係，比如講像人家邊有看到凍太啲係芋頭乾，佢也細啲係應該係就係乾嘅，乾嘅。哦，所以其實只是係這種柑橘類嘅水果都做得拿來做，哦。呀哈，還有一啲嘅做係，現在還有，其實，在我們頭份3灣一帶啊，然後大概在過年的前後，就是虎頭柑那個柑橘類的那個產季的時候，對，就會看到家家戶戶外面就是掛幾顆，有時候家家戶戶都有，就是他們會直接掛在外面，就是起家周後，然後掛在外面曬乾。所以這真嘅係日頭曬嘅，日頭曬，有點像以前人家做臘肉，然後過年家家戶戶都是臘肉。都有下係要，因為我比如講我咧苗栗市也係講我再去觀光，我冇看過有按樣嘅畫面。嗰時候頭份幾片有種茶嘅人可能較多，嗰時候睇下啲公園真嘅係唔會到烏卡地都做按樣嘅酸甘茶。頭份啊，3灣，對唔對？哇，韓國也頭擺就係因為大家
唔攀得呀，斧头咁太酸嘛，就是因为拜拜而用到，就看起来就动好看嘛，大吉大利呀。鼓手就讲伊大宋，再个拿来做茶，从冇，你一般来讲会同伊下讲一个故事，会跟他们分享。对，所以其实我知道也真係清好嘅一個苗栗嘅一個文化啊，透過按用新嘅方式來做，可能天天咧聽講沒有動到冇佢用嘅甘美類嘅果子，沒做得拿來做按用嘅酸甘茶。就雖然它一直按用嘅斧頭甘太太，可能也哈有一點不太符合現代人喝茶的習慣。天天咧可能很少人會注意按用比較創新的。現在這種大部分都變成一種裝飾擺飾紀念品，對，他們會放在家裡當做一個陳設。就這樣子放嗎？對，包裝包起，就這樣放着，就這樣子放着，然後含周的皮一下給他。也必須有，你有沒有一種含水管的東西？就是它有一種不用等久，就是那個日曬過後，然後它會變成陳年酸甘茶，然後那個老皮感有沒有？這個味道很特別，去到台灣也3萬，可能東東人物卡都不用養。好啦，也就係真傳統嘅部分，咩係我想咩係燕玲吃到講，你想要繼續老爺茶傳承，也條故事還可以繼續留去傳下來。也係都冇簡單嘅一件事情。韓國後生人當然會有後生人嘅想法，人家講到既然茶園嘅管理已經係用自然農法嘅方式，所以漢白咩想要來發展生態嘅部分，韓國唔下後會想要來做一類按照石虎的生態茶，也係乜嘅意思？石虎現在是我們苗栗的吉祥物啊。那我們茶園跟一般茶園最大的不同，其實就是一般茶園他們會比較注重的是產量，那我們希望注重的是維持了一個生態的平衡。所以我希望就是借由苗栗石虎吉祥物的這個保育類的動物，然後希望說，我爸爸他留下來給我的是如何做一杯茶，如何品一杯好茶。那我希望留給大家的是一個比較永續、比較一個好的生態環境。所以有可能漢白人嘅茶係賣出去過後，我有部分是要再做其他的運用的嘛？對，我們都會希望可以往這個方向走。故所也咪係清好嘅想法，而且應該算係有啲嘅一步一步啲嘅進行，因為也還沒有拿到產銷履歷的這個認證的，對不對？產銷履歷是乜嘅意思？要用嘅這樣就得拿到這個。產銷履歷就是一個政府委託第三方的單位，然後來我們的茶園去檢驗我們的茶葉品質啊，然後測量我們的那個茶園面積啊，然後你的環境啊等等之類，然後用一個比較公開透明的方式去認證我們的茶葉，讓大家知道說，我喝的不是茶葉，我喝的還有一個心安的感覺。韓國大家應該係做得透過看到人家的嗰個商品，它應該產銷履歷會有一個標章，對不對？你可以做得去查，就做得查到也係萬人做的，對，萬人做的，哪邊做的？就是可以，它的資訊係懂透明的，大家就做得看得到。消費者看到一個資訊就會想到講，好，我做得上新嘅，因為他把他的那個負責人全部都寫上去了，有一種安心的感覺。唔單止安尼哦，其實像做到也下，你有知道接觸做茶嘅路上有遇到乜嘅困難嗎？其實就是經營方式的不同。跟爸爸對經營方式，對，但其他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其實主要就是觀念上。你有知道你會有行唔落去嘅時間嗎？就是當你就是覺得天哪，就是遇到嘅困難真係係很大的困難，難道你有一些想會放棄？到現在還沒有。到現在講得蠻保守的，因為我覺得我爸爸已經幫我把這條路鋪得很好了，所以我覺得我是一個很幸運的人，所以我也很捨不得去把這條路放棄。真嘅，鼓手今日節目當中，千難得做在訪問到要做戲台嘅傳言啊，鼓手呼起卡拉 OK， 我們走一個感性路線好了。剛剛有講到，其實爸爸老娘嘅路其實普都懂好，爸爸老阿公阿太嘅家業傳承下來，而且還給一個很棒的環境，用懂好嘅方式來種茶，沒有懂好嘅術語來做茶，要發上去同爸爸講。
你想一下，我同讲吼，做嘛干也要我老书记也拿出来，嘿，因为呀爸爸有本年一团花。哦天哪，好感动哦！虽然你爸爸写的蛮好笑的，哦，我念哦，这真的是我爸爸手写的信哦。佢讲，燕玲自从我到对台北转来家乡，来接受茶叶，负责生产，负责卖。老爸很是欣慰，做茶卖茶哦，阿爸开始讲古咯。他说对阿公刘阿玲是第二代制茶工厂，嗰陣時係民國60年，其實係台灣起制茶同業公司常務理事多年，喺台北大稻埕嗰陣時哦，來發展外銷日本嘅綠茶哦，極為興盛。他還有轉到苗栗設廠2間，傳至老爸制茶已轉型，內銷市場走精品路線，偶爾外銷大陸，些許日本。啊，重點來了，看到年以來傳承呀茶葉很是欣慰，同希望我哋繼續延續我哋茶事文化嘅技術老傳承，還個用精益求精嘅精神。行出行卡美好嘅前景，茶技精品的文化推廣，以茶非油，吃菜隨緣，茶香茶香。而且你看你爸爸嘅詩很漂亮哎，你爸字超美的耶。哦，对，这个是呀，好感动。我其实，我其实就是想到小时候，我爸跟我说，就是我阿婆，就是背着我炒茶，然后对背着我炒茶，然后也想要我爸跟我讲说，他就是以前小时候带着我啊，然后炒茶，然后炒睡着，然后烫醒了又继续炒。他说：“爸爸炒都衰退，太累了。”然后烫醒了又继续炒，所以就想要其实，爸爸很辛苦。对，然后就想要说，我这个品牌就是我爸爸他一辈子的时间都在茶叶里面，然后就是我爸一辈子的时间都在茶叶里面，然后我希望就是我是那个可以把他的精神传承下去的。对啊，然后看到我爸写的字，我觉得好感动，就想到我爸爸以前很辛苦过来的。那段时间，我唔知我爸爸係唔係咩同當到客家嘅爸爸共用，就是當到客家嘅爸爸就懂事會同某嘢講，就是比較窩心的話，是嗎？對。嗰時候我想基本嘅節目當中透過按樣嘅方式。我知道燕玲咩動有心，老夫卡嘅產業繼續傳承下去。啊，爸爸其實剛剛有看到吼，很是欣慰下嘅200。其實佢們喺度分享，你有意念來接受呀這樣產業，代表他也真的很希望他的心血是可以被傳承下去。對，嗰時候我知道呀，就係台灣嘅傳統嘅產業，雖然當辛苦，啊，不過還係有人願意來接受，做對老家的嘅故事上修下去繼續分享，也係挺好嘅事情。故事今日也非常感謝燕玲來到節目跟大家分享，謝謝你安之生，什麼？謝謝。咩什麼電視機頭前觀眾朋友嘅收看，希望大家有吃到動感通哦。休息一下，等下聽聽欣賞，向下來做運動。